點解越嚟越多香港人咧選擇喺中山定居？今期嘅話咧，從租金啦、日常三餐啦、交通雜費啦，同大家拆解一下啦，兩地嘅居住差別啊。香港打工嘅話咧係賺得多啦，使得仲多，儲錢難喎。喺中山生活嘅話咧係賺得穩啦，開支少喎，儲得多喎。同樣嘅生活咧，喺香港咧一個月咧2萬蚊打底嘅使費啊。咁喺中山預計咧6000蚊左右咧，生活咧就會直接升咗幾個 level 噶啦。香港咧最大嘅開支咧就係租金啦，住嘅咧就係舊唐樓啦，冇電梯喎，月租咧求其咧都要去到12000-13000蚊喎。細細嘅一間屋咧用咗咧係大半份嘅人工噶啦。睇翻中山啦，新小區有電梯、有園林，亦都有大露台喎。2房到3房咧租金咧只需要係1500蚊到2500蚊，就係租金呢一點啊，每個月都慳成10000蚊啊！再同大家講下呢個日常三餐嘅開支啊，喺香港咧落街食個快餐啦、碟頭飯啦，消費都要去到50-60蚊啊！飲茶嘅話，人均消費都要過百嘅喎。咁日日落街，每個月嘅消費都要去到4-5千蚊啦。喺中山呢度就唔同啦，早茶啦、落街買餸啦，同埋快餐啦，樣樣性價比都會高嘅喎。咁日日食好嘢啦，煲翻啖靚湯啦，一個月嘅消費咧都係2000幾蚊起咋。而家香港翻中山咧都好方便嘅喎，坐船啦、跨境直通大巴啦、自駕啦，出行嘅費用咧又會低喎，咁完全可以做到咧喺香港翻工啦，中山咧低成本高品質嘅生活喎。跟住咧就係呢個交通同埋雜費啦。香港咧生活節奏快啦，水電網費、物業費、交通費樣樣貴喎，喺中山就唔一樣啦。中山嘅生活節奏慢啦，水費啦、電費啦、網費咧樣樣都平成一大截㗎。想知道中山咧邊個片區咧適合港人居住？想揾平租啦、筍盤啦，私信我啦，幫你揾翻套合適你嘅居所。